各位啡圖娛樂嘅朋友，大家好，又係我溫溫呢，同大家講下啲娛樂圈八卦爆消息。嗱，咁講嘅今日呢，就係2025年嘅最後一日，咁呢，阿溫溫呢喺度呢，代表啡圖娛樂呢，祝大家呢係新年快樂，2026呢人人進步嘅。咁嗱，今日要講嘅呢，就真係非常之爆嘅一單嘢啦。話說阿李龍基同阿未婚妻佢阿黃青霞 Chris 咧，嗱，個結婚計劃咧喺去到2025年嘅最後階段咧，就突然間出現變數喎。嗱，咁目前咧兩個人咧已經正式分手噶啦。嗱，咁近日咧就有 YouTuber 爆料咧，就話阿黃青霞唔單止疑似喺內地已經結婚，仲有一個16歲嘅仔喎。嗱，咁咧對於呢件事咧，咁提款機唔係，唔好意思，係李龍基。阿基哥咧本來咧就保持沉默，就冇回應嘅。但係到今日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終於係喊住承認話自己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做咗第三者喎。咁佢亦都話咧，表示雙方咧已經係和平分手㗎啦，亦都咧係保持咗聯繫嘅。嗱，咁繼續講李龍基呢單嘢之前呢，咁溫溫呢就呼籲各位啡圖娛樂嘅擁躉呢，記得係要呢個讚好、留言同埋分享嘅。咁你呢啲咁嘅少少嘅動作呢，做咗之後呢，就係對我哋啡圖娛樂繼續發展、繼續努力嘅最大嘅支持嚟嘅。咁講翻李龍基嘅呢段爺孫戀啦，咁呢就75歲嘅李龍基啦，就原本計劃咧喺2023年底呢，其實就同佢呢個黃青霞呢係結婚嘅。咁但係因為後者入獄呢就延期咗。咁今年7月阿黃青霞呢就刑滿出獄之後呢，兩個人就唔係好似之前咁高調放閃咁喺外界面前咁煙韌咯。咁反而李龍基多次呢就被發現孤身一人出現，兩個人呢喺重大嘅節日呢亦都冇再一齊露面嘅。嗱，咁有個 YouTuber 導遊哥哥連日就爆料，咁爆得好大鑊啦。佢呢就話黃青霞其實呢早喺2007年呢就同呢個陳姓男子結婚，仲呢係生咗一個仔添。而黃青霞呢而家呢就同疑似丈夫呢喺佛山同住，兩個人呢共同喺黃青霞嘅爸爸工廠上班嘅。咁有傳聞指黃青霞嘅爸爸呢更加有傳聞呢就指黃青霞個老公呢更加係呢個黃青霞爸爸，即係佢懷疑係佢嘅外父嘅得力助手。咁另外黃青霞喺冬至當日咧，亦都有同老公同媽媽咧同台食飯過節嘅。嗱，咁之前咧，李龍基喺面對傳媒提問嘅時候咧，就未有直接回應。咁只係話咧，等我了解多啲先，仲話為黃青霞辯護，就話黃父咧係有權同任何人相熟。咁同時李龍基咧亦都批評導遊哥哥報導呢啲私事咧，哇！直頭咧提升得好緊要喎。佢話怒斥對方對國家同社會咧都冇任何幫助，指咧應該要多啲報導有價值嘅新聞。咁但係冇辦法啦，為呢啲咁嘅新聞，阿基哥你之前同黃青霞呢個老少戀搞到咁犀利出邊咁恩愛，周圍咧都睇住你兩個咁煙韌，咁呢啲新聞咧突然間話原來黃青霞有老公喎，呢啲新聞真係爆到瀉啦，咁冇辦法唔睇嘅。咁再有一段時間咧，咁李龍基咧就回應咧就指自己心情唔好啦，咁就對同黃青霞嘅關係咧都冇開始正式回應噶啦。咁只係表示咧感情事要嚟就嚟，要走就走，上天注定，咁好瀟灑喎。嗱，咁去到呢個2025年嘅最後一日啦，10月31號即係我錄音嘅時候今日啦。咁李龍基咧喺接受傳媒採訪嘅時候咧，承認咧就已經係同黃青霞分咗手喎，強調佢自己係第三者，但係咧係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發生嘅，咁即係承認咗對方係有老公啦。咁佢喊住咁話女方咧喺返咗內地之後咧就同佢疏遠咗啦。
咁啊喺出獄之後咧，更加神秘失聯咗1個月。咁啊最終咧喺冬至後咧，女方咧就正式咧同佢提出分手。咁啊李龍基表示啊，喺得知呢個爆料之後咧，個心情係好差，但咧就冇責怪黃青霞嘅意思，仲話一位女士追求幸福係無可厚非㗎。咁啊佢亦都話咧，呢啲年嚟啊，佢哋兩個嘅交往同埋拍拖煙韌嘅時間咧，呢幾年嚟咧係存在過唔少快樂嘅時光啊！咁咧就話因為咧係當陣時有愛咧而相信到對方，咁啊因此咧就未問過女方嘅婚姻狀況嘅。咁啊面對關於會唔會向對方呢個家庭致歉嘅提問咧，佢強調冇，佢係唔會，即係話唔會道歉啦，仲表示咧會祝福對方嘅。咁啊，阿基哥咧喺向呢個對方送上祝福之後咧，就掩面沉默，最後咧仲要眼帶淚光話自己冇嘢，我得嘅。咁啊，跟住又表示自己都70幾歲人啦，有乜未經歷過啊？感情啲嘢有時嚟有時去，控制唔到嘅。咁啊，基哥咧就講到自己咧即係非常之都仲係好灑脱嘅。咁啊，希望咧佢就真係如佢自己所講係咁灑脱啦。咁啊，畢竟咧你啊付出過係乜咧？你又可能付出過感情啦、金錢啦。咁咧人哋黃青霞咧亦都付出過佢嘅時間啊，仲有好多其他嘢俾你啦。咁計埋呢條數，究竟係邊個着邊個唔着咧？就真係好難講啦。咁啊黃青霞咧就返咗內地，咁啊繼續佢嘅生活。咁啊基哥咧就喺香港，咁啊睇下佢仲會唔會繼續有春天來臨啦。祝福你啊基哥！